然后这图像，最后还是我们新闻最强。这图像一定要建起来。华山论剑5天里面，7天7夜，不但7天7夜，最后还是我们新闻最强。四大同学，这是我们的民族。院长，你有自己金庸当中的什么样的角色？我是认为比较像2个角色，第一个就是杨过，对不起，不是杨过，是《射雕英雄传》的那个谁啊，《射雕英雄传》的郭靖那因为郭靖他是爱国爱民，而且武功蛮高强的，而且他为人比较憨厚，都能够履险如夷。他一生中就碰到很多这样的难关，但是关难过，他还是关过。